兄弟們，重磅消息啊！就喺啱啱珠海十字門華發昌都路上華發世紀廣場推出咗6套保留單位。之前咧有關注過十字門或者係了解過華發天戀嘅朋友啊，今次真係可以執笠啦！呢幾套房源啊，全部都係以前內部關係戶保留咗幾年嘅，全部啊都係單邊位，樓層非常之唔錯，特別係有2套高樓層啊，真係完全冇遮擋，望晒成個橫琴金融島同埋海景嘅呢個景觀咧，喺十字門嚟講真係非常之稀缺嘅。呢幾套單位啊，面積都係70平方嘅，而且係做咗2房嘅單位，可以用埋天然氣，仲係咧有埋陽台嘅。依家落樓啊，就係十字門嘅華發昌都，仲有埋輕軌站，重點仲係現樓帶埋真裝修，唔需要等。關鍵係個總價咧，依家講緊先至160、170萬，首期咧20幾萬。隔離嗰啲同面積嘅單位咧，出租啊都可以租到4500到5000蚊一個月。所以無論係買嚟養老、度假或者投資，呢個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。真係只有6套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中意嘅可以即刻 call 我睇樓。